好啦，嚟到咧呢個偉大神看顧我哋小事，常常保護引導我哋要感謝讚美佢。最後一集啦，就係神保護長道，叫我咧不致羞愧。有一次咧，我去菲律賓短宣，咁咧我同另一位嘅姊妹咧就要負責買米嘅。當我哋合力咧一齊去將一包好大又好重嘅米咧，準備托住翻去呢個大盤營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咧我腸抽筋，好肚痛，好似想吐瀉咁樣，係必須咧要盡快可以去到洗手間。但係咧佢街上咧就冇公廁嘅，咁只能夠挨家挨戶咧喺清晨嘅時候咧去叩門，但係咧幾家全部都拒絕唔俾我哋入去。過程當中真係好苦啊，好驚啊！好驚真係所謂咧會失禁啊，唔知點算，不斷咧禱告主求神咧保護住我個腸，係啊，咁咧終於咧有一家咧佢俾我哋入去，但係咧係有佢嘅屋企人咧用緊個洗手間，所以咧又唔能夠即刻用，不過咧都總算有個盼望，咁咧我就坐低咗喺度休息，繼續嚟到去禱告，亦都咧去禱告咧祝福呢個家庭。之後咧就嗰個人一出嚟咧，我就即刻衝入洗手間啦。真係咧，去到一個所謂 last minute 最後關頭，喺一個嘅宣教地區，呢個都讓我想到，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喺呢啲地方資源缺乏，人生路不熟，你好需要咧得着有人嘅幫助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更加體會神就係我哋唯一嘅拯救，而佢亦都會係讓一啲良善願意去幫助人嘅人咧，成為我哋嘅幫助。呢位眼不能見嘅神，卻比眼見更真實咁樣嚟到咧去保護我哋。其實即使喺香港，有時都會有一啲好艱難嘅情況發生。就係最近有一次又係有同類嘅事情又再出現啦。其實都好少發生嘅。我坐喺巴士度，突然間咧又係絞痛痛，咁我都好驚。又係因為咧，如果隨便落車咧，其實又唔即刻揾到洗手間，但係好快就到我嘅 office，咁我就咧會等。但係佢實在咧太肚痛，太得人驚嘅感覺，我不斷咧就係咧去深呼吸。跟住主啊救我，主啊幫助我，好艱難咁樣咧先捱到咧去到寫字樓嗰棟大廈，跟住咧衝入咗去呢個嘅洗手間。叫一把冷汗真係，主啊你額外嘅保護咗我。詩篇28篇7節話：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。羅馬書嘅10章11節經上說：凡信靠他的人，必不致蒙羞。神就係咁樣保守我，不至於羞愧，唔會咧有呢啲咁難堪嘅失禁嘅情況去出現咗。詩篇62篇7至到8節，佢話：我的拯救，我的榮耀都在於神，我力量嘅磐石，我嘅避難所都在於神。百姓啊，要時時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傾心吐意。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願我哋一生都倚靠呢一位咁愛我哋嘅神，喺大小事情上邊都嚟到仰望佢嘅幫助。